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，咁呢一兩年我見到香港社會有好多負面嘅聲音，有好多矛盾。咁尤其是我見到啲示威遊行呢，已經係過晒火嘅，即係甚至乎係影響緊社會嘅秩序咯。好似我見到立法會嘅議員，佢哋開會嘅時候可以掟嘢啊、拆爛啲嘢啊，好粗魯咁樣喺度敲叫啊。咁用呢一種方式嚟表達意見，我覺得係幫助唔到香港政府嘅施政嘅。同時都教壞緊下一代咯。咁今日一啲政黨話要彈劾梁振英啦，我身為香港人呢，我係非常之反對啦。如果係因為僭建嘅問題，咁呢班彈劾佢嘅議員其實自己都有僭建問題。咁而梁振英出嚟已經係道咗歉，承認咗錯誤，件事我覺得係需要告一段落，唔應該再執着喺呢個僭建問題而拖累整個香港政府施政啦。梁振英上任唔夠半年。佢喺雙非嘅問題同埋內地一簽多行嘅問題，其實已經堵截咗㗎啦。咁我見到佢係勤力咁去工作嘅時候，係咪應該俾多啲時間同埋機會佢為香港嘅人做事呢？咁而今日我自己亦都唔覺得有更加適合嘅人選去做特首。我覺得要顧全大局。香港今日唔係咁大問題，但係我哋要彈劾特首嘅話，我感覺到係搞亂緊香港咯。我唔會去掟嘢，我唔會選擇去瞓街啦。咁但係我會選擇用一種文明同埋遵守社會秩序嘅態度去表達意見。咁我係支持梁振英繼續執政嘅。